大家再一次收睇思享會，由 BNI Education Group 專登為你哋炮製嘅。咁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David Wong，專業領域係珍珠養殖商。咁今日咧，我哋身邊呢一位嘉賓咧犀利啦，佢咧就係呢一個大腦 TQC 心智測評系統嘅一位專家。喺 BNI Power Chapter 裏邊咧，係已經10幾年啦，仲要係創會會員。佢就係、亦都係 BNI 總部認可嘅導師。佢係 Belinda Chan。Hello。喂，你好啊 Belinda。唔該晒 David 嘅介紹啊。嗱，我哋就識咗10幾年啦，今日咧就我諗應該係10幾年嘅第一次同你做訪問嘅。係第一次嘅。係啦，咁今日咧我就真係都好希望咧，藉着呢個機會，同更加多人咧，即係分享下有關你自己嘅業務，甚至乎咧係一啲有關你哋業界嘅嘢嘅。你 ready 未啊？好，都可以借呢個少少時間咧，同大家去即係分享一下啦。咁啊，可能識得我喺 BNI，咁我係一個12年嘅會員嚟嘅。咁啊喺呢12年裏面啦，喺呢一個我哋呢個商務引薦平台裏面啊，初嘅時候咧，我入 BNI 咧係用企業培訓身份入嚟嘅喎。咁啊中間咧都差唔多用咗6-7年時間啦，都係呢個板塊。咁其實做企業培訓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咁啊例如 DISC 啊、MBTI 啊，甚至係一啲 team building 嘅一啲嘅概念性嘅一啲嘅團體遊戲。咁啊當中咧，其實我就喺早於2012年咧已經接觸一個工具，佢叫做 TQC 大腦測評。咁但係當其時咧，佢個應用咧就唔係即係喺香港好廣泛應用嘅。咁而且我覺得佢個系統未係完全100%成熟，咁就冇擺喺 BNI 裏面去講。咁啊，直到咧疫情啦，哇！咁啊，大家都匿喺屋企咧，公司就好得閒，係咪？咁啊，研發者就亦都通過疫情呢段期間咧，就將整個系統優化得好好。咁所以咧，我就把心一橫咧，就係即係將我嘅專業領域咧，就將佢我哋成日講話我哋要聚焦嘛，我就將企業培訓呢個服務個板塊啊，親子及企業培訓服務板塊，我就收窄到咧，我只係做呢一個嘅工具應用喺唔同嘅市場咁樣咯。哦，所以咧，即係頭先你又講緊就係你依家嗰個應用範圍啦，即係大人有得，細路有得，專業又得，教育界亦都得喎。係啊，非常之廣泛。TQC 大腦測評系統咧，其實係已經有25年嘅歷史。咁佢係一位台灣人，一位陳博士去鑽研，而佢嘅基地咧就位於係北京。咁啊，過去呢10年咧，事實上我就傾向揸住呢一個報表，就對應親子教育比較多啲嘅。咁啊，後尾最近啦，呢年幾2年啦，我就開始嘗試係即係工具上面應用喺成人又得唔得咧？咁樣原來又可以套翻落去 training 層面。咁所以呢個系統，事實 David 你覺得啱嘅，可以對應喺一啲嘅即係親子家庭層面 B to C，亦都可以擺喺公司喺一個企業裏面嘅前設做一啲嘅即係體驗嘅活動，亦都可以咯。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1-2個 case 有關，即係你最印象深刻嘅 case 啊？如果我用 C 端客戶啦，咁其實真係坦白都比較多係做啲即係家長就做報表，咁小朋友又有自己報表，即係親子報表啦。嗰個過程咧，大部分啲家長咧都會覺得我唔知個小朋友點教，又或者咧我小朋友唔知學咩課活動。咁一嚟到我哋咧，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 case 1歲半嘅小朋友，好 BB 嘅係啦，咁個媽咪比較對呢個小朋友緊張啲啦，咁我哋就喺嗰個溝通過程裏面咧，就問媽咪嘅期望，咁家長係完全唔講嘢嘅，即係冇回應俾我哋。咁我哋喺個檢測當中咧，就發現佢個邏輯分析數值比較偏高，咁我哋嘅分析師就同家長講不如你1歲半，不如試下訓練下數學邏輯呢方面啦。咁具體講咗啲嘅建議俾佢嘅。咁家長1年後又再重 check， 咁於是就佢 check 咗3年，去到 K3，咁就5歲㗎咯喎。係啦，5歲歲半 check 到5歲啊。因為我哋呢個報表可以重複檢查。咁個家長就話俾我聽話，多謝Miss Chan Chan，佢就話個小朋友係集中喺即係數理嗰方面嘅培訓。咁喺攞到好多獎，5歲攞到好多獎，而最後咧佢係入到一間非常之出名嘅名校收咗佢，而且唔止一間嘅 offer。咁所以呢個親子報表喺個過程，原來揾啱佢嘅因材施教嘅重點咧，係幫到家長，同時亦都將小朋友擺啱位置咯。
哇！犀利！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我印象深刻嘅例子。咁另一個例子就喺企業層面嘅，咁就一班嘅同事啦，咁又係做咗一個精簡嘅報表，咁做咗一個叫做左右腦嘅即係我哋叫分輪班。係。咁進行一個熱烈嘅討論過程咧，咁成班同事就只不過用3個鐘頭就非常之即係關係打成一片。咁最後佢哋喺年底個業績係即係創咗一個史無前例嘅高峰咯。咁原來呢個工具佢事實可以幫一個團隊咧係可以用最短時間打好嗰個關係，目的都係幫個公司俾錢做 training， 目的就係咩啊？增加銷售額啫嘛。咁呢個變咗係一個喺即係喺公司層面嘅應用，就係有另一個狀態咯。就係咁咯。非常之犀利喎！咁但係咧，因為呢一樣嘢咧喺坊間裏邊，哇！我哋亦都聽到好多咩評論分析，又 check 呢樣又 check 嗰樣嘅時候。其實對於你哋去推廣同埋去營運呢一個生意啊，或者甚至乎業界嚟講，有冇面對啲咩挑戰或者困難咧？有㗎。咁嗱我哋平時要即係叫了解自己，又或者即係坊間較多就我叫問卷式嘅一啲嘅評測，例如 DISC 啦、9型人格啊、MBTI 啊、StrengthsFinder 呢一類啲比較專業嘅工具咧，都大部分係以答問形式嘅可能係小至20幾條，去到100幾條都有嘅。咁指紋分析、皮紋分析咧，呢類就係都屬於叫非問卷。咁佢亦都係通過即係手指嘅一啲紋路啊，去了解一個即係我哋形容為小朋友或者個人嘅一啲嘅個性為主嘅，係啦。咁天賦檢測呢一個咧，就喺皮紋學嗰個基礎咧，係再進化一個階段，就係手腦並用，亦都係一個非問卷嘅形式嚟到係最短時間已經有一個人嘅說明書。咁呢一個嘅大數據其實應該可以直接啲講啦，無論乜嘢評測都好啦，都係背後都係有一個數據支持。咁TQC 大腦評測佢有個獨特之處，佢係適合華人社會嘅一個數據庫。係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可能平時測9型人格或者 DISC 啦，佢嘅數據庫基本上係以外國人嘅風格或者係民族嚟到做個基礎嘅。但係咧，原來都冇一套華人專屬嘅一個檢測嘅一個系統。研發者陳博士佢就認為，我係需要有一個華人社區嘅一個嘅database。咁所以 TQC 其實都係一個數據庫嘅一個唔淨止統計學咁簡單，因為報表係每一份都唔一樣，係啦。就視乎大家個對象個應用層面喺邊度。咁推廣咧係難嘅，因為咧，市場上係比較新，亦都咧係對於我嚟講攞咗呢一個嘅系統翻嚟香港咧，需要即係要耗用好大嘅力度啊，或者通過我哋 BNI 啦，非常之開心透過唔同會員咧係幫手去體驗，亦都係去推薦，希望咧目標都係即係3年內可能再快啲。大部分咧都知道咧 TQC 大腦測評嗰個應用咧係可以能夠普及化同廣泛性咯，係啦。所以就着你而家頭先所講一個普及性啦，其實你會唔會即係對於會去使用你呢個工具嘅人嚟講咧？因為頭先已經講咗，你由專業人士去到小朋友亦都可以用啦。你仲可唔可以咧俾多些少嘅建議俾例如一啲專業人士又好，又或者係 B2C 端嘅朋友又好，有冇啲建議有關即係喺呢個嘅應用嗰方面咧？如果係 C 端嘅客戶咧，大體上係家庭或者家長啦，又或者係個人佢對於兩性關係嘅了解啦，又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年青人佢要揾就業，佢通過呢一個我哋叫做大腦嘅一本書啦，一個報表其實都係講緊50幾頁嘅內容啦，咁就自己睇或者我哋嘅分析師咧係俾翻個諮詢俾翻客戶嘅。如果屬於社工或者老師嚟講咧，佢哋亦都可以對自己嘅學生有一個好快速嘅了解咧，係幫佢哋喺教課或者喺學習，即係小朋友學習領域咧，你係可以因材施教，對焦得更加之準嘅，係啦。亦都如果係公司層面，特別係教育中心啦，我慶幸都香港有一個全港最多分店嘅一間教育中心都已經開始用呢個系統。
幫佢超過1萬嘅學生咧，逐步係以呢一個咧變成一個 added value，咁啊送翻俾啲學生，同埋令到老師都知道佢對住個學生個狀態，咁呢個都係現時嘅應用咯。哇，非常之好喎！嗱，咁啊 Miss Chan 啦，我亦都想問下咧，就着你呢一啲嘅，因為你呢度好多分析工具，好多嘅分析嘅活動需要做啊嘛。咁其實就着嗱應用嗰 part 你都講咗啦，但係喺呢一個叫做去做呢個分析嘅時候，或者呢一個工具，其實我哋喺呢一個市場上面會唔會對你哋會有一啲誤解啊，或者一啲嘅可能係 misjudgment 嘅一啲嘢會出現咗咧？而我藉着呢個機會俾你去解釋翻。好，有誤解無論乜嘢行業或者乜嘢嘅新產品咧，通常都會產生市場上嘅一啲嘅聲音嘅，有好亦都有壞。咁啊，基本上咧 TQC 腦測評咧會有幾種情況出現，就係、第一，咦係咪 DNA 嚟㗎咁樣？咁啊就唔係嘅，咁佢並非刮口水或者係抽血，咁佢只不過係有一個儀器打喺個大腦嗰個皮層。咁同埋我哋嘅手指指尖電位差去得出個結果嘅。第二個誤解以為咧係星相命理係咪有預測性？報表咧就冇預測性，即係阿 David 你都都做過你嘅報表俾你啦。咁佢就冇預知未來，所以唔好搞錯，佢只係當下大腦皮層個活躍度個位置，咁從而咧就係小朋友我哋因材施教，究竟佢要加強邊個部分？成人嚟講揚長避短，唔好做邊一部分嘅。咁所以呢個係冇預測性嘅。咁第三，佢哋會覺得喂，好似皮紋分析喎。嗱，我只能夠講咧 TQC 大腦檢測佢裡面係有皮紋學嘅基礎，但係完全冇所講嘅指紋分析裡面嘅紋路啊、紋圈啊呢一類嘅內容信息就冇嘅。咁佢直接只係話俾大家聽，相似嘅原因係 TQC 嘅10個手指個電位差對應嘅大腦腦區同皮紋係接近一樣，係啦。咁但係我哋由於指紋一生人做一次啦，咁 TQC 就並非一生人做一次，可以重複檢測。咁呢度就有個不同之處啦。咁另外第四個誤解就係關於私隱個問題啦。哇，咁你攞咗我資料匯咗邊㗎？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嘅。整個系統咧個資料咧係冇留任何一啲嘅記錄，係喺嗰個任何個雲端，佢最多都係只係演化變成一啲嘅數字。咁啊，我哋而且喺個過程裡面係唔需要問客戶嘅出生年月日啊、身份證號碼啊嗰啲都唔需要嘅，最緊要係當下嗰個認證分析師同我哋嘅客戶或者個受眾係做翻個專業嘅一個我哋叫做就係採樣咧，就已經 OK 㗎啦。咁個過程5分鐘，咁我哋咧就即時已經咧係有報表。咁如果佢係選用一啲我哋叫詳細版本咧，我哋通常都建議個客戶先自己睇幾次先，跟住我哋分析師再約時間做一個深入啲嘅講解咯，係啦。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份5分鐘裏邊得出嚟嘅報表究竟有幾多頁數咧？好，咁嗱，呢個亦都係我好喜歡呢個系統嘅原因，亦都值得喺市場推嘅。咁咧，我哋整個系統咧有分幾個分層嘅。咁咧，第一個分層，如果係做公司或者一啲3小時嘅工作坊，又或者咧任何業界係想託客做一啲嘅，即係我哋叫做即係體驗嘅話咧，第一種嘅報表咧，你會見到一頁紙，好簡單嘅係啦，咁就有一啲基本嘅人格嘅特質、溝通方式，咁亦都有嗰個大腦腦區嘅一啲嘅基礎嘅數字，咁就已經可以有3小時嘅互動咧，已經好多內容可以俾自己去睇。不過呢個係數字嘅啫。咁咧第二類咧，我哋叫做即係詳盡版本，就會分別。如果係針對我哋叫做3歲啦，幼稚園 K2 開始啦，至到我哋中1、2度啦，我哋就會用一個叫因材施教嘅版本。咁基本上佢嘅設計咧，除咗有10個腦區之外啦，咁啊更重要咧，佢係有一個叫做多元智能嘅發展。咩意思咧？就係俾家長去知道佢揀嘅課活動係點樣幫佢將來係升小學或者係揀中學嘅時候咧，邊樣係佢嘅強項，或者邊樣係佢弱項咧？我哋係做一啲嘅平衡補足。咁啊，如果假設係一個成人嚟講咯喎，咁啊成人咧就我哋有分2種，一種叫人才發展報表咧，就針對係咩？職場發展嘅，例如 David 係啦，你係一個做生意嘅人係咪？咁啊，你嘅行業應該就會係好喜歡啦。咁但係原來
原來你嘅狀態底下，原來唔止你做真主印製作，可能你做教學都係你強項嚟嘅喎。咁有一個叫做職場能量嘅部分，就俾成年人知你嘅職場嘅盲點同埋優劣之處，咁從而咧就係自我提升。咁亦都係一個好詳盡嘅解釋咧，去俾一個成年人係俾我哋自我提升，係咪？咁我成日都講啦。一個人年薪100萬，最少攞10% 嚟到去自我增值，你有冇㗎？我有啊，有。正常即係一個自我提升，我哋都會咁樣去做。咁啊，最後一種咧就係我哋講緊兩性關係啦，咁同埋一啲身體健康呢啲報表都可以同唔同嘅機構或者係行業一齊合作。咁我哋就變咗有一個即係更加 fruitful 同埋一個 added value 嘅位置喺度咯。非常之好啊 Belinda 嗱，去到呢一度最後尾呢一 part， 我哋 BNI 成日都會問㗎啦，有啲咩可以幫到你？好啊，咁我希望藉住 BNI 呢個咁優秀嘅平台，因為我哋講緊係教育會員嘅行業同埋個服務產品啦。咁希望通過 BNI 會友你哋可以嚟業務拜訪我啦。咁我亦都咧係可以咧俾呢一個報表你哋去即係體驗一下。咁啊，從而你亦都係可以將呢一個嘅體驗咧廣泛咧係去俾你嘅身邊嘅朋友、你嘅客戶，等佢哋知道咧，原來除咗 DISC、MBTI 九型人格之外咧，咁都仲有一個叫做 TQC 大腦測評呢一個嘅工具啦。咁呢個就係對我最好嘅幫助。第二個咧更加之想就係所有從事教育界嘅朋友，我都歡迎咧同你哋可以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同埋合作，因為咧我相信咧呢一個工具幫助教育界嘅朋友喺你哋嘅現有嘅學生，甚至未係你嘅學生咧，都會好大機會成為你哋嘅賣點。咁呢個咧都係我想要嘅一啲嘅教育界嘅朋友仔咧，可以同我哋多啲嘅一啲嘅交談同埋一啲嘅合作可能性啦。好多謝今日你嘅時間，Belinda。多謝 David 嘅分享。咁啊，在座嘅咁多位，多謝大家stay tuned for more。咁啊，我哋今日思想會呢一輯咧就係咁多先，下一次見，拜拜。